Hello，歡迎大家收睇灣區樓市有一講一，我係 Tony。中山樓市近年好似坐過山車咁啊，尤其係深中通道通車前後啊，唔少樓盤嘅價格係大插水嘅，有啲盤跌到業主雪到入肉啊。今日就同大家盤點下中山跌價最狠嘅5大樓盤啦，特別係第一個同第5個直接係打咗3折嘅。咁由翠亨新區到三角鎮，我哋逐一去拆解佢哋點解會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呢？如果大家睇完條片覺得對你有一定嘅幫助嘅，麻煩大家點翻個 like， 訂閱 Tony 嘅灣區樓市有一講一頻道。第一個就係翠亨新區嘅馬鞍島雅居樂灣際1號啦。咁號稱萬億嘅配套馬鞍島大餅畫極都畫唔成啊！價錢直接係打咗3折嘅。咁屋苑嘅位置係位於馬鞍島嘅南部深中通道嘅出口附近啦。咁呢個片區號稱係深中通道嘅橋頭堡。2021年開賣嗰陣咧，均價係去到3萬蚊一平方㗎。咁到咗2025年今時今日啦，劈價劈到1萬蚊一平方啊！之前仲有業主係計個價單嘅，係直接去到9000幾啊！足係跌咗2萬幾蚊一平方啊！咁話就話近深中通道，但係實際落成後呢，深圳客就冇預期咁多嘅，反而本地客又嫌其遠喎，出入就靠揸車，商業配套呢就吹到天花龍鳳啦。國際購物中心啊，主題樂園啊，灣區嘅國際醫療城啊，咁到依家呢啲都係得個規劃圖啊。咁附近咧就得條豐盛街啊，同埋幾間士多店頂住。咁島上佢規劃咗2間3甲級嘅醫院，4間嘅民營醫院，一共係6間嘅。咁共同打造灣區嘅醫療城嘅。咁但係暫時都係得塊地㗎啦，地基都未打樁嘅，係成塊空地咁。咁睇病都要翻出去南朗或者石岐市中心呢啲地方，非常之唔方便啊。咁海景係其中一個賣點嘅，但係周邊咧依家都係大工地環繞緊呢個屋苑，附近灰塵大，夜晚靜英英度得個海浪聲啊！咁馬鞍島嘅發展係慢過預期嘅，配到10年都未兌現啊！加上島上面大量嘅新盤競爭，發展商為咗清貨嘅話，只能係割肉降價啦。咁第二個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東區嘅利和文華里啦，名校區都頂唔住啊！樓價就腰斬嘅，位置係位於東區，東區亦都係中山最核心嘅區域之一嘅。咁仲要係雙學區學校房喎，一期開賣嗰陣咧2萬5蚊一平方㗎，二期依家劈到係10800就可以上車啦，直接係腰斬咗嘅。交通就近金鐘湖收費站啦，上深中通道係非常之快嘅，但係東區係塞車都比較嚴重，翻工嘅時間7成至少要半粒鐘啊！樓下同屋苑附近都係冇商業配套啊，買餸買嘢咧都要揸車去到遠洋城或者係利和廣場，生活就唔算方便嘅。咁唯一一個賣點咧就係朗晴小學加時1中學位啦。咁但係中山依家就推行6年1學位，咁投資客就縮沙，環境係就近金字山公園嘅，但係樓盤嘅體積係比較細。得個泳池仔同埋幾張乒乓波台嘅，綠化啊比較少啦。點解位於核心區域都跌價咁嚴重呢？咁就因為東區近年嘅新盤供應多啊，發展商趕住套現，加上二手樓嘅市場冰封，咁就只能唯有賤賣現樓啦。第三個港口鎮嘅海倫堡9月府啊，深圳業主15000買入，依家6000蚊都冇人要啊！位置係位於港口鎮嘅三角快線旁邊啊。2020年開盤賣緊係15000蚊一平方嘅，但係到咗2025年依家嘅新房已經係跌到6至7000蚊一平方啦。仲要係政府保交樓項目喎，交樓嘅標準非常之令人擔憂啊。交通就近港澳高速，但港口鎮內路窄多貨車，出入就灰塵滾滾嘅。商業配套就只係依賴樓下嘅底商，最近嘅大商場都要搭車去到萬匯或者係長江路嘅富日城啊。屋苑目前夜晚係靜英英嘅，入住率非常之低啊。屋苑位於
靠近三角快線嘅大馬路啦，噪音方面係非常之大嘅，車流聲大，咁屋苑嘅灰塵自然就會多。咁經常有業主喺網絡發帖發視頻，咁反映就該樓盤嘅交樓時間一拖再拖嚇到大家騰騰震。第四個火炬開發區嘅津華花園啦，產業城就變鬼城，位置係位於火炬開發區中心片區2020年高峰期嗰陣係賣緊18000蚊一平方嘅，咁依家二手放盤6至8千都冇人接咁業主又蝕到喊仲有唔少嘅一手新房喺度賣緊嘅，咁價格係低至5000蚊一平方交通又近中山港大橋，但係開發區工廠多，日日就塞貨車嘅，出入比較麻煩。商業就依賴太陽城嘅商圈，但係商場嘅人流係比較少嘅，好多鋪頭都貼晒吉租呢啲嘅招租產業話就話高科技產業園，但係實質就多低端嘅工廠，打工仔收入就唔高啦，咁就根本就買唔起啲貴價樓嘅，所以屋苑就降價比較犀利。周邊嘅環境工廠排放廢氣，空氣差，附近又得個德能湖公園，真係得得地啦。夜晚又冇街燈嘅，開發區嘅樓盤供應過剩加上入住率係唔夠40%嘅，投資客急放盤。早期發展商又爆晒雷引發彩塔式嘅跌價。第五個三角鎮嘅迪欣湖樓盤啦，湖景就變湖景啦，5000蚊依家任揀位置係位於三角鎮嘅民生科技產業園旁，開盤嗰陣13000蚊一平方，搶到打晒交依家5000蚊有交易，湖景單位都唔使8000交通就係以揸車為主嘅，冇公交直到市中心，出入呢都要靠2個轆嘅電雞噶啦。商業配套就得樓下間小賣部士多仔，想飲杯奶茶可能都要搭車去鎮中心生活極其唔方便。咁環境就係迪欣湖嘅賣點啦，但係周邊嘅雜草叢生，蚊蟲多，管理差。醫療就得間衛生院。感冒都要去到黃埔鎮嘅醫院車程都要半粒鐘以上咁三角鎮嘅工業為主啦，外來嘅人口少，樓盤就起咗10幾期噶啦，供應就多到嚇死人，發展商劈價都清唔到貨咁總結下中山市點解跌價跌到撲街？第一個就係供過於求啦。咁中山就得450萬人口嘅，但係單二手樓嘅掛牌呢就多到7萬套啦，根本就冇人接貨第二個配套又吹水，好多新區嘅規劃就得個講，業主收樓先發現咩都冇第三個深中通道效應失靈深圳客嫌中山工資低，就業機會少，整體環境同深圳差得比較遠，特別係城建板塊咁，所以又寧願留喺深圳租樓，都唔殺過嚟中山呢邊買樓居住第四個發展商割喉戰咁為咗資金嘅回籠新盤劈價搶客，二手業主咁就唯有跟跌入市啦。咁溫馨提示各位街坊中山嘅樓市水好深，買之前一定要睇現樓、查學位、計清楚月供嘅金額。咁如果唔係話，分分鐘就好似啲5大盤咁，樓財兩空今期節目就分享到呢度啦。大家睇完條片覺得對你有一定嘅幫助嘅，就麻煩大家點翻個 like， 訂閱 Tony 嘅 1K 樓市有一講一頻道啦。咁如果各位街坊朋友仲想深入了解其他屋苑樓盤，咁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講低或者 WhatsApp Tony 會同大家分享翻最真實嘅屋苑周邊情況啦，做到有一講一拜拜。